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会当徛起伫你所为阮备办的厝体内底，阮做伙来敬拜你。主，愿阮所伫的所在，就是上帝要祝福临到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阮知影上帝你要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咱夫妻祝福带领，不管阮兄弟姊妹伫新年期间去到倒位，甚至现在有可能搁伫路人，总是求上帝特别夫妻引带，互众兄弟姊妹愿意听见你的声音，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甲平安。主，愿向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新学家某有真敏感来观察到出埃及记的过程。这个目前是伫耶鲁大学内底做神学教授。伊讲出埃及记就是描述上帝要伫这个世界、这个世间起造伊的家的起点。当一个毋捌约瑟的埃及王上位。法老其实就是埃及王的称号。法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，埃及的意思，就叫做大宫殿。法老家己看家己做神，上时有侪野心，所以地教互伊的宫殿变做一个奴隶的家。伊所互一群人变做奴隶，这群人是原本来到埃及掠做找到家己的家的一群人，总是当伫掌权者有一个病态的想象了后，原本好徛起的所在，随时就变做苦难、奴役、残忍、压迫的所在。这群人随时活伫一个失去因家己家、因的家庭、因的家的世界，过一个无家的生活。所以因需要有一个出口。其实这嘛是出来记原文的意思，叫做出口，就是出路。因需要有一个出口去找到一个家。家庭是啥物？家庭是咱的避难所。实际上，咱所有的人拢深深受到家庭的影响。伫家庭的内底，咱会拍开咱家己，温存咱人伫中间成长以及改变。伫家庭的内底，咱会渴望互相有连结，彼此有归属，这叫家庭。然后，一个家庭也是起造咱内心的疼甲信任上开始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假使若有一个找无家己的家庭，就是伫家庭内底受伤的人，因甚至会用扭曲的生命观来活，就亲像咱读到今仔日所读到这个大汉了后的摩西。出埃及记第2章11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后来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，看到因伫做苦工，佮看到一个埃及人伫拍希伯来人。摩西大汉，那安尼即时伊几岁？照司提反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23节所讲，摩西即时是。来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满40岁时，所以这个时间叫做摩西40岁。40其实是照犹太人的传统理解，
一个性命的阶段，听有意思吼。40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咧了解这个性命的一个完整的阶段。讲故事的人咧对咱讲，伊对王会嫁出去，去看希伯来的这个兄弟。现代中文译本真准确将这节摩西两遍的看来翻译出来，用来表达摩西不是凊彩看看，这在一节有两个看，表示什么话？事实上，摩西不是凊彩看看，伊是真正关心。司提反咧形容伫埃及王的家所大汉的摩西是什么款的情形？使徒行传第7章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受栽培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，讲话做代志，拢有才能。甲司提反差不多同时代写犹太古史的约瑟夫，当时的历史学者是安尼讲，伊写伫犹太古史内底咧描述少年的摩西。伊讲少年的摩西，迄时担任的是埃及的将军，伊带领军队攻击伫埃及较南西的所在有一个国家叫做埃提阿别，古早的称作，后来称作古实的这个国家，将因的首都来拍入去，上时也带迄个国王的查某囝，这是约瑟夫差不多同时代，甲司提反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少年的摩西。总是圣经其实并无对咱记载这段历史，表示摩西伫王宫内底经历甲伊的所学，所以表示人过去有偌车赢、偌辉煌的过去，不过就是一段生命阶段甲经历尔。这毋是上帝所看重的。出埃及记第2章12节，结果上帝既然看重摩西的这段经历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看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刷甲伊砍地。当时的埃及人看其他的族群是厝顶，甚至毋是人，甚至毋是人。所以，若有人杀埃及人，伊的结局一定是死。摩西伫享受特权的这个埃及王的宫中来大汉，圣经并无表示讲摩西即时想要做希伯来人，伊只是出去看、出去关心，然后呢，当伊看见一个希伯来的奴隶互人拍。伊就出队受气，任命来动手。伊若家己想讲家己是埃及的王主，上时享受这个权利，其实王主拍死一个埃及人，无算啥物。总是摩西已经出去啊，伊就真歹回头。出埃及记第2章13节到14节，A 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隔日，摩西搁出去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伊对迄个无理的讲：啊，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迄个人讲：啥人派你做首领来审判官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所以，这敢若亲像司提反日后安尼诠释即时的摩西。司提反是安尼讲，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2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想讲，家己的兄弟会了解上帝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，毋过因无了解。所以一开始，
摩西因为气着，家己掠做是上帝爱伊出手，所以当伊想讲，我会当来主持公道的时阵，颠倒引起同胞的支持，甚至质疑。然后摩西即时拄着的情形嘛，有个日后，伊真正真做即群人的首领，伊真正真做即群人的审判官的时阵，是偌歹做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要做一群人的首领，无遐尼简单。出来记记第2章14节米到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行一条，想讲这个代志人一定知啦。埃及王听到这个代志，要杀摩西。摩西闪避埃及王，走去米甸，待伫遐。迄个迄边来人拒绝摩西，佮提醒伊讲：你想讲你前一工所做，就会当管辖我。这就互摩西行一条原本掠做伊暗仔做，无人知。结果无想到，若开始有人知影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伊的两边毋是人啦，对无？伊的两边毋是人。然后法老怎样理解摩西，咱无啥清楚，总是。圣经只有短短一句，讲王的反应。这个王的反应应该是认定摩西已经叛变，但是反叛，无过是伊将来伊的查某囝的囝，所以伊才想要杀摩西，毋是误杀一个、误杀一个埃及人遐尼简单。虽然嘛，学者认为讲有可能。这个法老早就想要杀摩西啊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摩西随时就对王子变做逃犯，对吧？伊的身份本来是王子呢，随时变逃犯呢。伊逃走就去到米甸的这个所在，而米甸伫底，来咱看这个。咱看彩色这条就好。伊原底是住伫这个所在，然后伊就走对吧？走到这，这去个米甸，你看有吼？这偌远，这偌远，咱知影，这地图看起来足近的对吧？这偌远，至少超过1600公里，直线，直线距离。至少超过1600公里，就是差不多1000英里遐尼远。所以就真侪人咧摇，到底是真正走去啊？摩西倒有法度走去啊？这若毋是真正有计划，真歹走去遐，咱知影吼。这若毋是真正有计划，咱真歹会当走遐远，古早人吼无遐简单，因为这中间有真侪旷野跟沙漠。总是圣经只有大人讲一句话，就是伊走去啊。至少爱行超过2个月啦，有可能人咧讲有可能爱叫当时吼，至少爱行超过2个月，搁爱准备好势，因为伫沙漠内底也无通食，也无水，伊要安去？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吼。当然有真侪讨论，有人咧讨论讲，即日米甸即日有可能是伫迄个非洲的另外一个所在吼。总是不管安怎，照圣经的记载，米甸人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记载伫创世纪25章第1节到第2节。后来米甸的即群人就成做半游牧民族加城里人，因有真有可能世界就伫迄个世界安尼行。所以约瑟的兄哥就是将约瑟卖互米甸的城里人。记载伫创世纪37章28节。
出埃及记第2章的16、19、1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，所以这时摩西已经伫米甸啦吼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一日，摩西坐伫井边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，因来抢水，甲水槽倒甜，要互因老爸的羊群啉。有各样的来，甲因赶走。摩西就起来，甲因解救，互因的羊群啉水。有学者认为，当时游牧民族内底社群内底，通常只有厝内底无查甫的，才有可能有查某囡仔出去顾羊。听意思吼？看起来，米甸祭司的查某囝就是安尼，改成是安尼，吼，就是厝内底无这后壁咱读着就知影讲是安怎爱有查甫的出去，是咱爱有查甫的顾羊啦，吼。出埃及记第2章18、19、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转来，因老爸也得落遐，因老爸讲：今仔日恁若遐早就转来。因应讲：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，甲遐个欺负阮的各样的赶走，甚至搁抢水互羊群啉。所以，迄个查某囡仔迄时出去会去互欺负啦。对嘛吼？简单来讲是安，咱有读着，所以是安怎？是因为厝内底无查甫的，害查某囡仔出去。18节应该翻译做因转来到老爸流儿的遐。所以，伫这段经节内底，其实咱读着米甸祭司其实有2个名。原文其实是2个名，叶德罗意思就是伊真富裕，所以有神学家主张讲这是牛儿牛妮的头衔，就是好野人的意思。然后牛妮是伊的名，但是牛妮。原文的意思是上帝的朋友，所以现代中译本甲近代真侪译本的翻译者认为，这才是伊的头衔啦吼，这是伊的头衔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的名叫做叶德罗，然后是上帝朋友。头衔啦吼，伊的头衔叫做上帝的朋友，真无简单诶！人啦，摕迄个秘籍出来讲，伊诶头衔内底讲有一个上帝朋友，真无简单对无？这叶德罗就叫做上帝朋友啦，吼。好，不管安怎，这7个祭司诶查某囝应该是时常去互欺负，所以因真早转来，所以真无正常。通常咱爱知影另外一项代志。就是出外人通常会避免去卷入当地的是非，对嘛吼？咱若读到就知影摩西是出外人，对无？伊一个去到迄个所在，照讲出外人袂凊彩就出手，结果摩西既然出手，佮帮助因，互因的羊啉水，可见摩西原本的性格甲个性，伊的庄脚是埃及人。咱爱知影埃及人当时是全世界迄时的世界的优势民族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亲像古早的罗马帝国同款。所以嘛有可能因为伊的庄脚是埃及人的原因，所以其他各样的人唔敢惹伊，所以就互伊赶走。出埃及记第2章的20节到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老爸对伊的查某囝讲：，迄个人伫倒位？恁是安怎甲伊放伫遐？去请伊来做伙食饭。摩西接受邀请，
欢喜甲叶德罗带做伙，叶德罗将伊的查某囝西坡拉嫁予摩西。西坡拉原文的意思是细只鸟啊，所以咱会当想象可能是细粒子，细粒子，西坡拉。总是圣经并无真清楚详细地描述摩西甲西坡拉结婚的情形，结果摩西去互请食饭，煞趁到一个某。圣经无真清楚来描述这个细节，总是伊到底是红招还是结婚娶一个某，唔知影。当时就有即款的咧，不止台湾咯。当时伫真古早的时代，就有红招这项代志啊。所以唔通想讲只有台湾有尔。其实迄个所在嘛是安尼哦。就亲像一个家庭若无查甫人，有可能就会爱招一个囝婿哦。咱听有意思吼？就亲像台湾的习俗共款，真有可能。所以总是真正并无讲真详细，到底摩西是红招还是娶一个某，唔知。总是照正的描述真亲像红招呢，对吧？伊就住伫因兜，摩西是住伫因兜哦，所以是真亲像红招。所以对一个埃及的逃犯来讲，摩西流浪去到米甸，这时亲像找到家己的家，上时嘛建立家己的家庭啊。所以出埃及记第2章2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西坡拉生一个后生，摩西甲伊号名叫做吉顺，讲我寄居伫外邦。吉顺的名对希伯来文出来，叫做伫遐甲寄居的，就是有一个动词叫做赶出，拢有咧讲摩西的心情。摩西确实是互人赶出，嘛是寄居甲寄卡的人。伊表达一种住伫异乡，将异乡当作故乡的人的心情。不管伊伫埃及王的宫殿内底，或是伊所认同的同胞内底，伊拢亲像一个互人摆图伫外口的寄卡的人。只有到这个所在，伊真正有家己的家。真侪人咧传说摩西的少年时阵的说我讲，迄时的伊是要证明家己会使。上帝意思是爱伊去抗压，去学家己袂使，自己不能哦，我能哦，自己不能。这种讲法，我认为上过头简单，因为对摩西出世了，伊的性命得到活落来，保全就是一种幸运 lucky， 总是也是这种幸福。还是幸运，互伊一开始就住伫迄个边界内底，因为伊是一个住伫埃及皇宫内底以色列人。咱爱知影，一个人无可能是埃及的王子，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奴隶，无可能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一个出世以及到伊大汉的这个过程，就是有充满侪的矛盾。一个人若要真正成长，找到家己的家，就无可能无去面对这款矛盾的情形。摩西成长对第一天开始，伊就扮演要救人的迄款的角色，总是伫埃及，伊想要救人，却拄着家己同胞的拒绝，甲法老的对杀，颠倒伫米甸伊的热心，伊的热得到接纳。摩西也因为安尼，伫米甸内底找到家，建立家己的家庭。虽然一开始亲像要救人，总是其实是伊互即家来救。但毋是咧，
总是这就是摩西的旷野。这个旷野偌侪冬？40冬。哦，照圣经的记载，这个旷野偌久？40冬。总是虽然这就是摩西的旷野，总是伫旷野，咱才会当真正拄到上帝。真特别哦，伫圣经内底就是安尼。出埃及记第2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几啊年后，埃及王死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讨开哀求，因做苦工哀求的声透到上帝遐。原文第一句叫做“过真久的时日”，迄个想要杀摩西的法老死。伫古埃及内底，一个新的王拿坐为通常的大赦免，所以摩西应该得到赦免。这个根据咱参考出来记记第4章的19节。总是以色列人的生活由原无得到改善，经文只有讲因海产啊吼，或者哀求，或是讨开。新约家对咱讲，原文是咧描述即群人只是拄着苦的时，拄着压迫的时，伫遐海产，并毋是毋是呼求上帝哦。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加英文译本，现代中文译本主要参考是 Good News Bible， 所以 Good News Bible 直接就来翻译讲，因对上帝祈祷其实无哦，原文其实无安尼表达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即群当年受苦的人已经完全放袂记因的祖先捌甲上帝立约。所以，这是一群什么人？这是一群完全甲上帝袂记的人，伫遐海产。总是上帝并无袂记因。所以，咱读到这段经节上尾，出来记记第2章24节到2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听到因海产的声。就想起以加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。伫几段这个23节到25节，原文内底以色列人有4摆的海产讨开甲哀哭，总是上帝关心嘛，伫遮用4个动词。叫做听见、想起、看见、关心。这个现代台语的译本是安尼翻译，所以上帝嘛用4个动词来回应。咱来知影，当摩西流浪去到米甸，到上帝伫旷野中对伊的呼召。司提反讲，这个期间叫做40年。摩西伫旷野40年，然后这群人，即摆阁袂当称因做以色列人。这群放袂记上帝的人，因伫埃及受苦搁较侪，因为这群人照圣经的记载讲，因伫埃及400冬。400年，这对人来看，亲像真长的暗暝，亲像完全等无机会，甚至因为400年，讲这叫做过来的世代，上帝才开始伊的计划，所以咱就挡袂牢会问讲，是安怎？咱来知影，伫黑暗苦难中的人，拢无法度了解上帝的时间表。咱拢会问讲：上帝啊，是安怎这个代志会发生？上帝啊，这会要到伫时呢？
上帝啊，你太无伸手来救赎咧！上帝的回应往往互人着急，然后伊回应的时间有时常比咱较慢，无亲像人，就亲像摩西共款。摩西看到同胞受苦，随时就出手，总是上帝爱伊，搁等40年。这就亲像先知所讲的代志，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讲：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John Osman 这位德国人，埃及的出名的神学家、宗教学者，伊安尼写：伊讲。无震动的苦难就袂有出来奇迹，无出来奇迹就无全新的新性特殊。伫这个新的特殊内底，上帝甲宇宙、人类、个体甲社会中间的关系，会彻底互人改变，对过去、现在到未来，拢带来影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出来奇迹特别的所在，毋是以色列人受苦，因为真歹势。以色列人即时受的苦，伫历史伫别个民族内底，嘛有拄着同款的苦难。总是出来奇迹特别的所在，是迄位会当。嘛，确实出手来面对苦难，迄位上帝的回应。就亲像1982年有一出真出名的电影叫做《E.T. 外星人》。1982年吼，足够早以前啊。E.T. 外星人，迄个囡仔要帮 E.T. 找回去的路。咱知影 ，E.T. 就是安尼啊吼，规出电影就是安尼尔。要帮这个外星人，因为外星人讲伊指迄个天空，然后讲吼，我要放，我要转去厝。所以这个囡仔，所以这出电影上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囡仔咧帮这个 E.T. 找。流浪来到地球的 E.T. 转去家己的厝。其实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嘛是福音呢。这就叫做福音。福音的开咱，是因为上帝记得咱，就是伫咱将伊完全放袂记一个时阵，伊犹原记得咱，伊愿意落来，伫咱这个破碎。受到最苦难的世界内底，甲咱做伙受苦，要互所有流浪的人找到家己的家。愿你甲我会当真正转来到伊的家，就亲像这段过年的期间，咱拢伫厝内底，甲厝内底的人，甲咱所听的人做伙组织共款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听阮，你知影就是阮将你放袂去前，阮知影你犹原记得阮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记得你就是迄位要甲阮立约的主，帮助阮伫阮的生命内底，当阮甲你立约的时，求你提醒阮，毋是凭家己的。意气加意志，是凭你的话加活命来活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